好來，鄉親啊，繼續來看台中外埔的高麗菜大出，繼續煞敗市，當地青年農民採收1萬粒的高麗菜，賣無人愛。台中市警察局第4分局警友會站長全買5000粒，送予辛苦的警察。將整粒高麗菜再到台中市警察局第4分局，抓想要拍開，將每一粒高麗菜發甲真大粒甲水。原本青農按算做肥料，加在有外埔農會鬥3工，找到人要來買。終於有地方可以銷了啦，不然放的那些菜爛在田裡，也是會心疼啊。警友會站長這擺買5000粒，送予辛苦的警察。加上產險業的支持，讓消費出去的高麗菜順利銷一半。今嘛閣有5000粒，需要大家鬥3工。叫我講甲鬥銷，啊無艱苦。有啥物講艱苦？無人要買啊。今年的氣候好，菜豐收，讓外埔的高麗菜大出。不過趁無夠品，讓農友面悠悠。咱希望農產有人鬥銷鬥買，最少來補貼農民的損失。Hello， 我是張新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